呢一套關於台嘅難過嘅台嘅，你覺得？係。咁樣就想問下你覺得最掌聲有請白子、麥佩東、梁雍婷、戴玉琪以及係廖子瑜，有請咁多位。喺咁多位同我去傾傾偈之前咧，首先想請五位咧俾我哋嘅全朋友影翻張合照先好唔好啊？好，先請咁多位喺我哋台中間嘅位置一齊望住我哋台下嘅大會攝影師先。頭先講過咧，呢個係關於而 Rachel 飾演嘅做工實白子係嘛？Hello， 大家好，我係白子。咁我喺戲入面咧係飾演 Wingo， 咁係一個電視客戶服務嘅一個主任啦。咁就最主要係主理呢一個CS 嗰個部分。所以亦都係一個比較 OC 啲嘅一個 CS 嚟嘅。都老嘅，都老。好，唔該曬，白子嘅嘢到麥東。大家好，我係佩東。我喺呢套戲嗰度飾演嘅角色叫做成波，係一個便衣警察嚟嘅。佢係喺翻工嘅時候幫佢攞吉堂，就遇到呢件事。係啦，然之後究竟因為佢發生咩事，大家就要留意電影啦。好啦，跟住我哋有請梁雍婷嘅請坐。係，咁我喺電影入面飾演珊姐啦，為咗呢個故事又 cut 咗頭髮啦，係一個破萬嘅神探。係，但係都有啲緊張嘅。唔緊張啊，我覺得自己好鬆動啊。你個角色好緊張，因為呢一件事入邊。好似係啦，我諗觀眾會入去睇下我哋咁緊張。係，咁跟住當然有呢一個 cut 台故事嘅靈魂人物啦 ，Yuki 嘅德仔係咪 ？Hello， 大家好，我係戴玉琪 Yuki， 咁入邊飾演德仔。咁我角色咧就係因為嫲嫲申請咗呢個收費電視，咁然之後我就要去幫佢 cut。咁個故事咧冇容易 cut 到啦。如果想知道會遇到啲咩咁多嘅困難咧，我就去睇啦。6月18號我哋戲院見啊，老師。好，有請 Fish。Hello， 大家好，我係廖子瑜。咁我喺戲入邊飾嘅角色係叫做 Lucky。咁佢就係開心電視嘅一個宣傳人員啦。我就會着住呢一個 Happy 仔嘅呢一個吉祥物嘅衫，就周圍去派傳單。咁藍色頭髮喺嗰度，藍色頭髮嗰個就係我啦。咁呢個戲我係非常之開心係可以參與嘅，因為我覺得同大家一齊拍戲嘅嗰10幾日嘅生活係覺得好開心。係，即係亦都好 lucky 嘅。係，好 lucky。係，唔該曬咁多位，唔該曬咁多位。呢個時候請咁多位演員可以去翻後排位置準備我哋陣間嘅啟動儀式先，亦都可以請你哋咧，到時可以扭動你哋嘅花炮，我哋一齊咧就去啟動我哋今日呢一個。講完之後咧，就請我哋嘅主禮嘉賓可以剪轉呢一條線，亦都請我哋後排嘅演員朋友，我哋一齊扭開你哋嘅花炮喎。好，大家都準備好啦，係咪啊？準備好嘅話，我倒數3聲一齊講揸緊中指票房大賣咯喎！預備，3、2、1，揸緊中指票房大賣！有請咁多位可以主持呢個出台儀式。讓大家一個無敵大神6月18號戲院見，喺度亦都多謝現場咁多位朋友今日嚟臨我哋嘅首映禮。先犀利，我哋一眾演員話犀利啦 ，Yuki、戴玉琪，有白子、Rachel、梁雍婷，我哋嘅灰熊、徐偉東，有我哋謝榮欣，仲有我哋嘅黃志偉、彭柏賢，係啦，哇，犀利啊，陸仲有你啊，陸仲有你啊，哇，人才濟濟啊，非常之犀利啊！好，一陣仲有更多嘅嘉賓加入，呢個時候不如有請我身旁嘅導演同大家打個招呼先。大家好，我係呢套戲嘅導演麥天雪。大家好，我哋片尾曲嘅主唱高峰輝嘅，所以就再我哋詩詩吳詠詩，仲係大家拼定要平嘅先咁多位。好，之後交個時間俾 Yuki 啦。Hello， 大家好，我係戴玉琪 Yuki， 入邊飾演德仔。大家好，我係梁雍婷 Rachel， 喺入邊係飾演珊姐。Hello， 大家好，我係白子，我係飾演 Wingo。Hello， 大家好，我係歡龍蘇神宇，喺入邊飾演爆石啦，戴住黃色帽嗰個警察。大家好，我係徐偉棟，我係飾演雞康嘅，多謝你哋入場支持。大家好，我係謝永欣，我係飾演 Nita， 多謝大家。大家好，我係彭柏賢，我喺戲裏邊我係做羅子彤。Hello， 大家好，我係黃志偉啊，我喺戲入邊係飾演保安嘅 ，thank you。大家好，我係唱片尾曲嘅 Local Burgers。大家好，我係吳思思，喺入邊飾演開心電視台嘅記者。Hello， 大家好，我係
係女英鄧月平，我係飾演羅子彤嘅媽咪芝麻嘅，多謝大家支持。我哋成千人一齊睇呢個首映個感受有冇特別唔同啊？不如今次阿平呢邊開始講先啦。睇到呢部戲嗰陣咧，就當年拍攝嘅回憶都翻晒嚟嘅。拍咗2年㗎啦，其實係咪啊？導演年幾2年？24年年底。係啦，咁拍呢部戲之前咧，其實好少香港電影係有呢個閒情逸致咧，係圍讀咁多次，同埋真係被一班主創演員入咗去個景度去摸景。咁場口上面嘅設計咧，其實好多時候咧，男主角都俾咗好多意見，令到我哋嗰個氣氛好緊張。其實一睇翻就記得我哋喺入邊嘅點點滴滴。咁都希望大家睇得開心，同埋記得同屋企人講嘢要好好地講嘢。好特別係因為我哋都係第一次喺戲院度睇呢一套戲啦。咁我覺得可以同公眾一齊去感受呢套戲嘅節奏同埋呼吸，我覺得係對我嚟講係一個好特別嘅感覺。因為我本身睇呢一個劇本嘅時候，我已經覺得好感動咯。所以能夠喺戲院呢一個小盒子度同大家一齊同時間睇呢套戲，咁我就覺得好開心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啲 share 出去同朋友講，可以入戲院睇戲啦。咁同埋如果你睇完有啲咩感受或者感想呢，都好歡迎大家，希望大家可以上網多多講，咁可以令我哋創作者知道大家嘅諗法。多謝。係啊，尤其喺 Friends 係嘛，我哋特派記者都會幫住㗎。跟住同嗰個 Friends 傾下偈啦。今次我開心聽到你唱電影嘅片尾曲，係咪你第一次為電影唱片尾曲啊？係啊，係啊。哇！好驚喜啊！我都覺得係，因為即係未試過做呢一樣嘢啦。然之後跟住之前試播過一次睇嘅，跟住嚟到現場同咁多人一齊睇，我覺得係完全兩種感受。即係你真係 feel 到電影嗰個威力係好大嘅，所以希望大家中意嘅話都多多 share 出去咁樣。係啊，已經上晒各大嘅音樂平台，可以再無限 loop 啊，係咪啊？冇錯。我俾掌聲啦！喜歡呢首歌嘅朋友翻去睇翻電影傾偈嘅嘛，之後同阿黃志威傾下偈啦。今次睇完戲，你自己感受有冇更加震撼啊？覺得因為其實我係第一次睇啊。咁頭先其實我係未睇完嘅，係啦。咁我頭先未睇完就要即係衝咗，所以我之後一定都會再入場睇。我希望大家都會2刷3刷睇多幾次，支持香港嘅電影。Thank you。唔使等啦，約定係星期4就可以2刷啦，好唔好？最後我哋年紀最輕嘅呢一位小演員，請你有冇感受咧？啱啱睇完。有嘅，因為好好笑啦，有一 part 就係佢係啊，又係賴屎嗰 part 啦。然之後我就覺得希望個個人都會中意呢個賴屎 part 啦。所以多謝導演 set 咗呢 part 俾我哋睇。Thank you。好真心啊！小朋友係唔啱嘅。好，最後 Yoyo 咧。因為我都係第一次喺戲院同大家睇啦，所以都係完全唔同嘅感覺啦。我覺得係一個會令人又笑又喊嘅電影嚟嘅，跟住我都好開心可以同大家一齊感受。咁就希望大家身邊有人跳掣嘅時候就多份理解啦，可能佢都唔想㗎。係多啲理解，有同理心係嘛？好啊，你常見細路，所以我要跳掣一定要揾啲身邊兩位型男啦，阿徐偉棟同灰熊，有你哋喺度傍住，好似阿珊姐咁幸福啦，係咪啊？你哋咧，你哋有睇完嘅感覺又係點啊？阿棟講先啦。現場嘅感覺好開心，因為第一次算係叫做自己有份參與嘅一部黑色幽默電影，咁喺現場都感受到觀眾好直接嘅反應，同埋佢哋當一刻嘅感受，我自己係非常之開心，同埋亦都好榮幸今次真係可以參演到導演呢一部電影，因為咁有意義嘅電影咧係好難得，同埋劇本真係非常之好。如果大家真中意呢部電影咧，希望可以幫我哋多啲 share， 因為正如白子同埋導演之前所講，我哋都唔想俾人 cut 場，咁啊希望你哋多多支持，多謝你哋。好，多謝阿棟。會同咧？首先我都係第一次喺戲院同大家一齊睇一個《夢裏的誕生》呢套電影。咁之前都有睇過試片嘅，咁啊喺間好細嘅房入邊睇過。個感受
都有嘅，但係今日喺大銀幕入邊睇個感覺係比之前起碼多5倍10倍，咁所以我覺得相比之下，其實電影真係應該喺電影院入邊睇，咁所以希望各位中意嘅就入場支持呢套電影，睇2次3次，好啊，多謝大家。除咗中意之外，仲要推介埋俾身邊嘅朋友啦，所以我問埋真係仲有，好之後有請我哋嘅 Brico 白子。我覺得好榮幸可以喺呢個電影度參與，同埋我好喜歡呢個電影啊！我覺得呢個電影好有意義，同埋好真摯啊！我相信我感受到導演編劇團隊想講嘅呢一個故事會唔單止觸動到我，亦都我覺得係觸動到佢自己，佢哋成個團隊呢樣嘢令到我覺得好感動，好有意義。希望你哋喜歡呢一個電影，多謝。大家喜歡可以俾多啲掌聲，我哋感受。之後呢位都好犀利喎，以往我好多演出咧，Rachel 都感動過好多觀眾。但我見今日咧，大家見到你好開心喎，一出場就哇，佢有你啦，咁樣笑得好開心。珊姐 Rachel，你有冇諗過？咦，今日同大家一齊笑嘅感受如何？係咯。因為過往演嘅角色比較沉鬱啦，好多謝導演發掘我呢一面啦。但係我會覺得頭先白子講嘅嘢係好特別，就係我會覺得呢個電影我而家喺戲院睇翻咧，其實呢個係一個好上下一心嘅團隊。即使可能每個人飾演嘅角色或者部門崗位都唔同，但係正正就係因為上下部門其實都好想協助導演去講今次佢想講嘅故事，所以就係無論我哋咩年紀嘅演員或者崗位都好專注咁去拍呢個戲咯。而大家睇到嘅景啊等等嘅設計啊，都係一班好厲害嘅美術團隊去構成呢個世界嘅，所以好希望觀眾再入場睇去欣賞，除咗導演啊、編劇啊、演員呢啲平時會睇到嘅嘢，都可以留意各單位好俾心機嘅一個 project 咯，係佢哋。真係好好啊！呢套啊，成個團隊咧命運共同體啊嘛，所以希望觀眾都一齊加入我哋啦，一齊撐我哋。我哋呢套戲嘅命運共同體。冇錯，歡迎大家加入啊！真係非常 Rachel 啊，非常之我哋特別掌聲 Rachel 啦，非常之好啊！咁啊嗱，之後隔離呢位啦。今次嗱 Rachel 令好多朋友想睇得好開心啊！你都令好多朋友好感動喎，見到尤其最後同阿嫲嫲嗰度，你自己頭先都有冇啲鼻酸咧 ，Yuki？ 有啊，啱其實就準備鼻酸下咧，我就拉咗出嚟。就過咗嚟呢度同大家打。冇錯，因為其實我都係未，雖然之前睇過試片啦，但因為嗰個係一個好早期嘅一個版本，真正銀幕咧，我都要後日先有機會再睇埋佢，因為我爭少少都未睇晒。係啊，但係講翻今次嘅製作，首先我好多謝導演啦，亦都好多謝電影公司，因為佢哋好有勇敢啊，會選擇咗我呢個新人去飾演德仔呢個角色。喺接到呢個劇本嘅時間入邊嘅，同導演傾咗好多偈，我會覺得佢係一個好溫柔而好有力量嘅人，所以佢寫到一個咁樣嘅故仔。呢個故事其實佢寫得好好。喺劇本方面已經好紮實咁，其實我哋只需要盡咗我哋嘅本分去演好佢，幫佢講咗佢想講嘅故事，亦都好多謝佢寫咗個咁樣嘅故仔送俾大家。咁希望大家會中意呢個故仔，咁我哋會繼續努力，希望你繼續支持我哋呢部電影 share 出去，俾多啲朋友知道有一套咁樣嘅電影。多謝大家。多謝你自己嘅努力，多謝你哋所有嘅努力啦。導演一定要問你一個問題啦。導演曾經喺啲訪問我。你話你心入邊呢一班演員係最好嘅演員嚟嘅，你今晚同大家喺大銀幕一齊見證住，你係咪更加可以肯定咁樣講出呢句，即係更加認同自己呢個想法咧？從來冇懷疑嘅，完全冇懷疑過。咁我甚至應該先講聲對唔住先啦，即係夾硬拉咗你哋出嚟，你哋係啊，你哋係冇完成晒成個電影。咁我自己都即係其實揾佢哋嘅時候，咁都感受到佢哋中意個故仔各方面。咁其實我自己一直都好驚係辜負咗大家嘅期望，或者係啦，即係我拍得唔夠好，咁佢哋嘅心血都唔會呈現到。咁唔止佢哋啦，幕後嘅團隊都中意呢個故仔，咁好驚會辜負到大家。但係今日聽到個反應係希望冇。所以一部喜劇真係冇有咁簡單啊，係咪啊？要經歷好多眼淚，好多唔容易嘅事啊！一齊俾多啲掌聲，導演多謝你嘅努力。導演你咧非常之努力，有一個題目拍好一套好嘅戲。
好啦，咁最後呢個時候，不如導演都代表我哋團隊有冇啲説話同觀眾講嘅？好，正式上啦，因為我哋係啦，6月18，多多支持啊 ，share 俾朋友，係啦，戲院見。好想再聽我哋分享嘅話，後日開始又可以嚟戲院啦。weekend 咗好多謝票場喺我座前再見到大家，再一次多謝大家嚟到今晚支持我哋一個無論誕生嘅首映。咁呢個時候有請我哋嘅團隊同觀眾影張大合照啦，好唔好啊？又有一個好團結嘅 group photo 啦，我哋嚟到走廊呢度啊，或者第一行。